也是目前台湾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城。请问它是何人所建？元宝真。杨刘铭传制台时，在南北各城市下设电报线，并获取海峡对岸的湖州。是刘铭传制台时，修筑水路，完成台北到基隆段湖。在何人的规划经营下，台湾成为清末最进步的行省。刘铭传6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台湾最高的行政机关是台湾总督府。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总督府为了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引进西方的司法制度，设法院审查刑事和民事案件。刑事是管人类的行为，民事是管权利义务的关系。这样听清楚啊！18岁就用刑法来处罚，满20岁才用民法来处罚。第8题，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初期，于1907年至1911年间发生10多起具有民族革命性质的抗日事件，而且大多与宗教结社有关，其中较具规模的是苗栗事件和西河湾事件。现在我们把那个案写一次看几画？1、2、3、4、5、6、7、8、9、11画。记得写完了要检查一下是11画很多人老是改不了，一再犯错太不应该。要用11画来检查就不会忘记不会弄错了好了，来看第9题，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想建基隆港和高雄港。还是有人不听话，有没有发现还是有人不听话？第10题，台湾民主国抗日期间，负责领军镇守台南的将领是刘永福，念啊。第11题，自治时期农业生产力大增，使台湾成为日本蔗糖和稻米的工业地，这个陶氏头。来看第12题，甲午战争进行下在中日双方签订双条约，都让台湾给日本，那个语就是给了。第3题，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高等教育最主要的设施是长工学校。站起来。那混啊，那环境这么慢呢？太不应该了叫你是念个课文这么不合作业念个这个都是考前必考的开题把它熟练一下这是你作为一个好国民应该尽到的责任国民新民国小、新民国小都是公学校变来的啦。第14题，台湾新知识分子所推动的社会运动，将是普选参政权的民主政治基本观念，有其于社会。不容自治普选参政权。第15，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总督府建立军事公立教育制度，采取8年大力统一政策的原则。16，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建立军事公立教育制度，其主要目的是在贯彻殖民政策，以及台湾文化协会实行全安全台湾民报展开各文化活动，致力于提高台湾文化。日本南京政策主要经历来看哪里啊？来注意听简单题要念来1，规划联军之后，清朝在台湾最后开放哪些通商口岸？安平在铁马口、金高雄、基隆、基隆、西藏安达。第2题，台湾开港通商后，因为台湾三岛和大量日本加工让台湾对外的贸易发展，请问台湾三岛是指3项作物：茶、糖、樟脑。不要写错，展开日本城防技术总督府在台湾积极展开哪些经济改革和建设工作？调查人口与土地，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完成多项交通建设。日
行政、立法、司法、军事、对所有日常人民各行政部在家的教育上、财经、两等等机关政策、指引政策、大学教育、管理政策。好，要叫的同学请回答。郑有玉同学，请起立。你认为那个陈仪啊，是行政长官公署啊，他被认为跟台湾总督有相似的权利是哪些？刑事、跟立法、那头脑非常好，请坐下。好，那这个权力很好记，叫做政法军。政就是行政，法就立法跟司法，军就是军事。那这个宋朝有个包青天、包公办案，他那么厉害，他把那个抛弃了那个贫贱的夫妻的那个，把那个以前老婆给抛弃了，另外娶那个王女的女儿，他就受了不满，结果被判处重婚罪。被判重婚罪，用狗头铡砸头了，砸颈部呢？请问高公怎么可以判他的罪，然后又把他用狗头铡砸脖子呢？因为高公拥有行政、立法、司法三种权利，行政、立法、司法。他如果被城里判了这个罪的话，那就不得了了。如果被台湾总督判了这个罪的话，就不得了了。那就会被什么？可能会被断送生命啊，断送。那个是要记过的哟。要爱护生命哈，爱护生命一下。你准备好了没有啊？好了。现在叫到了龚天丽同学起来回答。是的。日本有做哪些经济改革建设工作？调查什么跟什么啦？统一什么跟什么啦？建设。主要建构粮啊。调查跟考虑土地统一。度量，度量，对啊。你要有偷看的哦。我都2出来讲。所以有没有叫建设要讲什么基隆港、高雄港、基隆到高雄纵贯铁路，还有很多公路啊，这个都要算哦啊。有没有听到啊？有。第三个有大赶快做考卷，做完了要对答案啊！赶快做考卷啊！赶快做。不要吵，不要吵！你的所作所为都有人在看呢。都没有人举手。奇怪，为什么不把课本拿出来上课呢？把课本拿出来上课，这样比较对得起国家了哈。来看一下这个哈，那我们有这个奖励就要好好的看不要让输的话就不好好念书来，赶快起来念书了第6页第4大项功能那功能的选取的功能来念看第6点选取的功能，解除公职人员影响政府的政策，展现责任、政治合法转移政权。来，第一次和平政党轮替和平转移政权，是哪一年？
且民国89年公元2000年第一次政党轮替了，因为国民党变成在野党了民进党执政。民国89年陈水扁、李秀莲当总统、副总统了那来看第7个，这市场的功能促进商品的交易，还有聚集人群来提高个货币的功能。是讲，拢闽南一带来的，妈祖妈祖电线工出来这个人代关系比安平特别意义重大。咱台湾的历史来讲，要从安平开始。台湾的历史对安平开始。对教授指导，他们讲对教授编郑成功传奇性的一生，还有妈祖信仰与神迹这些好书。这本写本的这有一本礼仪，这是平安路上。这回我们办16岁嘛，办16岁成年礼，第一张是成年礼，成年礼，作为的证件，国家各60家去，太岁，过平安桥，这个家福赛新年，怎么礼仪怎么拜，怎么挂杯，弄在这里。这是保障呢。这较方便。这个礼仪较重要。这要传承。有的年轻来唔知安那拜，安那嘿。这还有著名公孙书啦，要拜的神书。基本拢。这有讲大公那拜谢谢感谢。安尼延平郡王郑成功的神像里的。是头前去。迄阵呢，安尼怎样？安有看过啊？安尼有拜过啊？来面试。所以米酒郑成功请保护咱神明来说，拖2尊去，拖2尊去，老三嘛，咱甲我2尊来保，所以从迄尊含其他2尊。手路都无相像。就是安尼两新的妈祖是第一尊。拢3尊都是两新妈祖。去请去迄阵，迄2尊啦。到现在唔知去做，唔知。当时大陆红卫兵作乱的时候，唔知请去做嘢。所以唯一全国为世界分尊一家，用迄尊啦。唯一的分尊就是离开了安平家。所以你们仔细嚟看。到处各县市总有福山妈祖，只有咱家这3尊挺慈祥，含别位无相像，你可以甲瞧看。感谢，这拢有印出来印尼金的啦，印尼这安平行李来这啦，是啊。拢。这大马有这文的呢，三马不文呢。无，拢应该妈祖是一尊尔，你木娘。妈祖是一尊。迄。那讲要2马3马是有妈祖的行为，那讲伊佛教讲人都有佛心嘛，所以这是本来3马，即卖变大马来。安尼2尊请所以你台湾人好像拢讲3马。来台湾是3马中去中3马3马要讲啥啥？嘛是拢，这妈祖是林木娘。讲林木娘。嘛是林木娘的。无再讲话，黑面3马。黑面和暗面是我搁解释一下。是啊。因为神明升起来，原底是拢水红色。是啊。这个乌是做了这天元熏的啦。这很叫乌的。熏的啦。所以当时伊讲好了后，唔得前2、3、4年，未少妈要来，有来遮讲。有来的遮咱是欢迎啦，但是因袂输拢伤的行为那什么也要红包要什么，所以这边不欢迎。他来的时候，这边的面相显出来，伊也显出来，都是3马，看黑面妈祖就是这嘛。是啊，妈祖是这。这里较久嘛。是较久。黑面妈祖啊3马。3马无来讲有名，无共款。拢嘛是讲林木娘。林木娘，啦。不是3尊
就是有伊的行为，有伊的模范，他起来成妈祖，成妈祖，有呢，他咧帮忙做好嘛。对哦，他无伊只电视咧做乌面衫嘛，他的名他无共人。无讲迄个名嘛。讲迄个名。哦，讲过也分文咧舞的。服务生咧，服务生咧讲话做乌面衫嘛，还是加郑成功来帮忙郑成功咧，保护郑成功咧。请三尊来。请三尊来的啦。三尊按过来讨2尊证。哦，迄是去地梅州遐请的。梅州妈祖庙。嘿，梅州的定点嘛。定点嘛吼。请三尊来。因为当时郑成功是一个王嘛，要甲请因唔敢撇嘛，所以我们请来，请来了后，台湾收复了后，伊郑成功过身去，迄边的人知影，都要来讨回。这有一个典故啦，要讨的时阵，咱内地的家人讲无。叫找到，他用盘杯解决嘛。有讲有一典故，讲盘100杯用半来拨，他要请上。头只看100杯去，这边个反晓讲，那么100杯就是大嘛，200就个拨。2码大100杯，伊拢请落，剩3码，拨到99杯，第100杯去调治。2000元啊，天管哦，咱庙中间迄个2000元嘛，迄个中间，他因遐看讲，你们这里有人遐虔诚，转留3万只，是啊，因甲个加个三个装2尊啦，是，变是3尊妈祖。后来装的2尊是遮安平遮的人，台南市的人装的呢，这尊来换去，对。是啊，真来补啦。这个变用迄阵3万先变做大嘛。是啊。甲2尊嘛3万。就是安尼啦，哟吼，感谢安尼较清楚啦。所以这里那讲，咱台湾拢是闽南来的，祖先台体是拢讲是讲300年前，就是这个。郑成功1661年来啊，拢是讲迄个时阵来，迄300几年前。妈祖假是有根据郑成功请来，但其他也请来讲好做护军嘛，保护军队。其他遐有那先做请来是地准或者准阿嘛，再分布到各地方。有，大哥，这发展到对大家去。咱多数的祖先拢是信仰妈祖。是啊，多数祖先信仰妈祖。对福建那个，有关的，谢谢哈，感谢啊。时间在长处啦，我多聊一下。谢教授啦，哦，感谢啦。你赵将军是要请我做上。这将军，赵将军是要请我是有做上。拢请我赵将军，请我赵将军有啥物典故的啊？哈，典故，这个讲了人啦。这个满清接下台湾的时候，以台湾本来版图是这个满清来开归中国的版图，以前还没有。康熙帝所在台湾。以康熙迄阵满清的时候，是拢派教一个。什么名拢派来遮，咧住啊治安嘛，你当讲收的偌久，就等于换一批人。是啊。所以伊来的时，拢是男人来嘛，男人来，没有女人来。对。那么可能也有一个，伊也未肯定的资料啦。但是可能当时来的时。是男人嘛，真多拢是家土著结婚的，所以你甲看这2尊啊，迄边拢是看土著较少像，这边就是看你看讲真
跟这个郑成功来，跟马勇差不多。所以可能安尼的迄个时阵，当时这两对是在伫这个天惠宫向台南安平的守保护神啦。安平的守护神啊。可能也有这个用意，这个解释有这个。有这个结合的。感谢。本来讲后世是什么宫？天惠宫。天惠宫是第二惠啊？天惠的惠嘛，天和天惠。对，本来妈祖是天惠嘛。后来这个康熙22年来的时候才升级，他来尊称为天和。对了，帮忙收台湾啊。这就比较，这么讲就讲这个庙的。感谢主编啊！感谢主编，谢谢啊！好，谢教授帮忙。感谢啊，先发财啦哈！好，感谢。好，你来做那个。我有炸掌，有这摇铃的，谢谢啊！我该处理了，我还要去顺一抓嘞，还去海山馆，还去延平街。海山馆我在延平古堡嘞。海山馆就是当时所谓的兵马拢。兵营就对了。兵营。5个呢，5个馆呢。伊一下都分做5个馆。剩几个馆？嘛是。5个馆。拢伫啊。海山馆上出名。一间。是。兵营就对了。是啊，海山馆上出名呢。无太拢我们去找海山馆。海山馆都过去啊。海大镇。天兵派来拢住伫遐。好兵营。好，感谢啊，谢教授，好，谢谢。感谢主编，好，感谢主编。我们同学赶快写啊，那个时间怕不够用，所以要动作快一点。我们那月考15、16、3年还有7之1。重点就是这些啊，把它好好的熟练一下。对，15、16、3年，我们有空再增加一下7之1啊。第二题按摩。好，再找。好，来看着荧幕哦。第一题领事馆啊，第二题呢，水建航生组成啊。沈葆桢，来第3题，刘铭传制裁的时候，线报线扩及到哪里？福州哦。来看第4题，复习一下好了啦。台湾最早的铁路是刘铭传建造的哦。台北到哪里？台北到基隆哈。那最早的铁路，说得好，还有最早的铁路台北到基隆，最早的火车站呢？台北，对不对？第5题，来第5题啦，第5题不能再乱动啊！第5题，在什么人的规划经营下，台湾成为清末最进步的行省？刘铭传。第6题哦，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台湾最高行政机关，台湾总督府哦，台湾料水哦。来第7题，来移动第7题最佳秘书呢，小姐啊。做得非常的好。第7题，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总督为了建立正常社会秩序，引进西方的什么制度？司法制度，设什么法院审查刑事民事案件？在立敏同学要看的荧幕哦，设法院，对不对？上课要专心啊。第8题来，第8题，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初期。在1907到1915年间发生10多起具有民族革命性质的抗日事件，大多跟宗教角色有关。比较有规模的是水苗栗事件，还有西来安事件。那个睡觉马上叫起来了。女人的健康就是男人的幸福啊！来看一下第10题哦。第9题，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曾整建那个叫基隆港、高雄港。第10题来，第10题，台湾民主国抗日期间负责领军镇守台南的将领是，他写刘永福哦。
来个移动啊！第11题，日治时期农业生产力下降，让台湾成为日本什么的供应地？蔗糖跟稻米啊！你有在注意看无？安静啊，赶快坐啊，后面位。刘政委那边不要讲话啊，赶快赶快写啊，那个对照课本把它画好，动作快一点。我们还有考卷哦，还有考卷要做的呢。要争取好成绩不用了，礼拜六要来拿字找麻烦了。赶快做事啊！这保险那边不要再乱动了哦！快呀，快呀，赶快做事啊！太不应该。是讲，拢闽南一带来的，啊妈做妈做电线工厂，这个人代关系比安平特别意义重大。咱台湾的艺术来讲，要从安平开始。有，台湾那个属安平开始。对教授指导，他们讲对教授编郑成功传奇性的一生，还有妈祖信仰与神迹这些好书。这本写本的哈。还有一本礼仪。这是平安路这回。我们办16岁嘛，办16岁成年礼，第一张是成年礼，成年礼，作为的证件，国家各60大戏，太岁，过平安桥，这个家福在心灵，什么礼仪怎么拜，做花杯，弄在这里。这个保障呢，这个较方便。这个礼仪最重要，这要传承。有的年轻来唔知安怎拜，安那嘿。这还有著名公神书啦，要拜的神书。基本拢。这有讲大公安那拜哈。谢谢感谢。安尼延平郡王郑成功的神像里的。是头前去。迄阵呢，安尼怎样？安有看过啊？安尼有拜过啊？来面受。来。所以米酒郑成功请保护咱神明来做，来讨2尊去。过来讨2尊呢？讨2尊去，老三嘛，咱甲我2尊来保。所以从迄尊看其他2尊。手路都无相像。就是安尼吼。两新的妈祖是第尊。拢3尊，拢是两新妈祖。去请去迄阵，迄2尊啊。到现在唔知去做，唔知。当时大陆红卫兵作乱的时候，唔知请去做嘢。所以唯一全国为世界本尊一家，用迄尊啊。唯一的本尊就是离开了安平家。所以你们仔细的看。到各县市中有福山妈祖，只有咱家这3尊请慈祥，参包的无相像，您可以甲瞧看。感谢，这拢有印出来，印尼金的啦，印尼这安平行李来这个，是啊。拢。这大马有这文的呢，3马不文呢。无，拢应该妈祖是一尊尔，你木梁。妈祖是一尊。迄。那讲要2马3马是有妈祖的行为，那讲伊佛教讲人都有佛心嘛，所以这是本来3马，即卖变大马来。安尼哦，两尊请所以离台湾人讲拢讲3马。来台湾是3马哈，中迄种3马哈。3马你讲说啥？嘛是拢，这妈祖是林木娘。讲林木娘。
嘛是林木良的。啊，无再讲话，迄乌面衫啊。乌面和暗面是我要解释一下。哦，是啊。因为新名升起来，是啊。原底是拢水红色。啊，是啊，是啊。啊，这个乌是做了这天面熏的啦。哦，就分了乌的。嘿，熏的啦。所以当时伊讲好了后。唔得前年前2、3年，未少嘛要来，啊有来遮讲，有来的啊遮咱是欢迎啦，但是因袂输拢伤的行为啊，然后什么也要香要红包要什么，所以这边不欢迎。他来的时候，这边的面相显出来，伊遐显出来，都是啥嘛。较乌面妈祖就是这些嘛。哦，是啊，是啊，妈祖里边。这里较久嘛。啊，是，较久。乌面妈祖啊，哈。哦，三嘛。三嘛哈。啊，无来讲有名，无共款。无，拢嘛是讲林木良。对啊，林木良，对啦。不是三尊，就是有伊的行为，有伊的模范，他起来像妈祖。哦，像妈祖。有呢，他咧帮忙做嘛。对哦，啊无伊只电视咧做乌面衫嘛，他名他无共人。无共迄个名嘛。共迄个名。哦，讲过也分文咧舞诶。服务新咧讲话这是乌面衫嘛，啊是加郑成功来，帮忙郑成功咧，做好郑成功咧。请三尊来。请三尊来的啦。三尊，因过来讨2尊证。哦，啊，迄是去坐梅州遐请诶，梅州妈祖庙。嘿，定点嘛。哦，定点嘛哈。哦，请三尊来。因为当时郑成功是一个王嘛。哦，是个。啊，要甲请因唔敢撇嘛。哦。所以我们请来。哦。请来了后，台湾收复了后。哦，台湾收复了。伊郑成功过身时，迄边的人知影，都要来讨顿啦。哦。啊，这有个典故啦，啊，要讨的时阵。咱内地的家人讲无，啊叫找着，较用盘杯解决嘛。有讲有一典故，讲盘100杯用半来拨，较要请上。啊头一盘100杯去，这边个反晓讲，那么100杯就是大嘛，200就个拨。啊2嘛大100杯，伊拢请落，啊剩3嘛，拨到99杯，第10杯去调制。中心园啊，天馆哦，咱庙中间迄个中心园啊，迄个中心他因遐看讲啊，你们这里有人遐虔诚，转老三嘛是啊，是啊，因甲加个再个装2尊啦，是，变是3尊妈祖，后来装的2尊是遮安平遮的人，台南市的人装的呢，这尊来换起来，对。是啊，真来报啦。啊，这个变用迄阵3嘛，先起做大嘛。是啊。甲2尊嘛3嘛。哦，就是安尼啦。哟，感谢安尼较清楚啦。所以这里那讲，咱台湾拢是闽南来的，祖先台体是拢讲是讲300年前，就是这个。郑成功1661年来啊，拢是讲迄个时阵来，在300几年前。啊，妈祖啊，也是有经就是郑成功请来，但其他也请来讲叫做护军嘛，保护军队。啊，其他遐有那先做请来是地尊或者准阿妈，再分布到个地方。有大哥，这发展到对大家去。咱多数的祖先拢是信仰妈祖。是啊，多先信仰妈祖。对福建那个，有关系的，谢谢哈，感谢啊。时间在长处啦，我多聊一下。谢教授啦，哈，感谢啦哈。你赵将军是要称呼做啥？这将军，赵将军是要称呼是做啥？拢称呼赵将军。称呼赵将军，有啥物典故的啊？哈？典故，感谢。这个讲了长啦。
这个满清接下台湾的时候，以台湾本来版图是这个满清来开归中国的版图，以前还没有。康熙帝所在台湾。伊康熙迄阵满清的时候，是拢派教一个什么营吼，拢派来遮，咧住啊治安嘛。你当讲修的偌久，就等于换一批人。是啊。所以伊来的时阵，拢是男人来嘛。男人来，我们没有女人来。对。那么可能啊，也有一个，伊也未肯定的资料啦。但是可能当时来的时是男人嘛。是啊。真多拢是家土著结婚的。是啊。所以你甲看这两尊啊。两尊。迄边拢是看土著较少像，这边就是看你看讲真这个郑成功来，兵马俑差不多，所以可能安尼的迄个时阵，当时这两尊是在对这个天惠宫上台人岸边的。修保护神嘛，边的修护神可能有这个用意，这个解释啊，有这个，有这个结合的。感谢。本来讲后世是啥物宫？天惠宫。天惠宫是第二惠啊？天惠的惠嘛，天河天惠。对，本来他做的天惠嘛，这个康22年来的时候才升级，他个尊称为天河。对了，帮忙修台湾啊。这就比较，这么讲就讲这个庙的特殊。感谢杜比啊！时间他来了。感谢杜比，谢谢啊！好，谢教授帮忙。感谢啊，先报财了哈。感谢。好。我有炸掌，炸这摇铃的，谢谢啊！我该处理了，我还要去顺一抓嘞，还去海山馆，还去延平街。海山馆我在延平古堡嘞。海山馆就是当时所谓的兵马，拢兵营就对了。兵营。那5个呢？5个馆呢？伊一下就分做5个馆。剩几个馆？嘛是。迄地啊，拢地啊。海山馆讲什么？是兵营就对了。是啊，海山馆讲什么呢？无太拢我们去找海山馆。海山馆的过去啊。海大镇。天边派来，拢住伫遐。兵营。好。好，感谢啊，谢教授，好，谢谢。感谢主席，好，感谢主席。在水10分钟以内哈。安静了，赶快坐啊，黄明辉。刘政委那边不要讲话啊，赶快写。赶快写啊，那个对照课本把它画好，动作快一点。我们还有考卷哦，还有考卷要做的呢。要争取好成绩不用了，礼拜6要来嘛，自找麻烦了。赶快做事啊！这保险那边不要再乱动了，快呀，赶快做事啊！我点动。
太不应该。是讲，拢闽南一带来的。哦。妈祖保护妈祖。电线工出来。哦。是这个年代关系比安平特别意义重大。咱台湾的历史来讲，要从安平开始。有，台湾那个对安平应该是。对教授指导，他们讲对教授编郑成功传奇性的一生。还有妈祖信仰与神迹这些好书，这本写本的哈，这是本礼仪，这是平安路上。这回我们办16岁嘛，办16岁成年礼，第一张是成年礼，成年礼，作为的证件，国家各60家去，太岁，过平安桥，这个。家福赛新年，什么礼仪怎么拜，怎么挂杯，弄在这里。这是保障呢。这较方便。这个礼仪较重要。这要传承。有人亲来唔知安那拜。安那嘿。这还有著名公神书啦。要拜的神书。基本拢。这有讲大公那拜哈。谢谢感谢。安尼延平郡王郑成功的神像里的。是头前去。迄阵呢，安尼怎样？安有看过啊？安尼有拜过啊？来面试。所以米酒郑成功请保护咱神明来说，来拖2尊去。跟来拖2尊呢？拖2尊去，老三嘛，咱甲我2尊来保。所以从迄尊看其他2尊。手路都无相像。就是安尼吼。两新的妈祖是第一尊。拢3尊都2尊。是两新妈祖。去请去迄阵，迄2尊啦。到现在唔知去做，唔知。当时大陆红卫兵作乱的时候，唔知请去做嘢。所以唯一全国为世界本尊一家。用迄尊啦。唯一的本尊就是在咱们安平家。所以你们仔细的看。到处各县市中有佛教妈祖，所以咱家这3尊挺慈祥，看到的无相像，你可以甲瞧瞧看。感谢，这拢有印出来，印尼金的啦，印尼这安平行李啦，这个是啊。拢。这大马有这文的呢，三马不文呢。无，拢应该妈祖是一尊娘，林木娘。妈祖是一尊娘。那讲要2嘛3嘛是有妈祖的行为，那讲伊佛教讲人都有佛心嘛。所以这是本来3嘛，即摆变大嘛来。安尼哦，两尊请所以你台湾人好像拢讲3嘛。来台湾是3嘛哈，用迄种3嘛哈。3嘛要讲啥啥？嘛是拢，这妈祖是林木娘。讲林木娘。嘛是林木娘的。无再讲话，黑面3嘛。黑面和暗面是我搁解释一下。是啊。因为神明升起来，原底是拢水红色。是啊。这个乌是做了这天烟熏的啦。就分了乌的。熏的啦。所以当时伊讲好了后，唔得前2、3、4年，未少嘛要来。有来遮讲。有来的哦。遮咱是欢迎啦，但是因袂输拢伤的行为啊。那什么，也要红包要什么，所以这边不欢迎。他来的时候，这边的面相显出来，伊也显出来，做着3嘛，看黑面妈祖就是这嘛。是啊，妈祖是这。这里较久嘛。是，较久。黑面妈祖啦哈。3嘛。3嘛哈。无来讲有名，无共款。拢嘛是讲林木娘。林木娘，不是3尊，就是有伊的行为，有伊的模范，他起来像妈祖。像妈祖。有呢，他咧帮忙做嘛。无伊只电视咧做黑面3嘛，他名他无共人。无共迄个名嘛。共迄个名。
讲过啊，分文咧舞的，舞新咧，舞新咧讲话做乌面衫嘛，还是加郑成功来帮忙郑成功咧，保护郑成功咧，请三孙来，请三孙来的啦，三孙按过来讨2尊证。哦，啊，迄是去坐梅州遐请的，梅州妈祖庙啊，定梅州的定点嘛，定点嘛哈，哦，请三孙来。因为当时郑成功是一个王嘛，啊，要甲请因唔敢撇嘛，所以我们请来，请来了后，台湾收复了后，台湾收复了，伊郑成功过身时，那边的人知影，都要来讨回啦。啊，这有一个典故啦，啊，要讨的时阵，咱内地的家人讲无，啊，叫找着，他用盘杯解决嘛，有讲有一典故。讲盘100杯，用盘来拨，啊要请啊头一盘100杯去，这边个还晓讲，那么100杯就是大嘛，200就个拨，啊2嘛大100杯，伊拢请落来，啊剩3嘛，拨到99杯，第100杯去调治，中心园啊，天喺宾馆哦，我咱庙中间迄个中心园嘛，迄个中心，他。因遐看讲啊，你们这里有人遐虔诚，啊，转老3万只，是啊，啊，因个加个3个装2尊啦，变是3尊妈祖。你后来装的2尊是遮安平遮的人，台南市的人装的呢，这尊来换去，对，是啊，装来补啦，啊，这个变用迄尊3万。先叫做大嘛，是啊，个2尊嘛3嘛，就是安尼啦，哟吼，感谢安尼较清楚啦。所以这里那讲，咱台湾拢是闽南来的，祖先台体是拢讲是讲300年前，就是这个郑成功1661年来啊，拢是讲迄个时阵来，迄300几年前，啊妈祖啊，假是有经过郑成功请，但其他也请来讲叫做护军嘛，保护军队，啊其他遐有那先做请来是地尊或者准阿妈，啊再分布到各地方。有大哥，这发展到对大家去。啊，咱多数的祖先拢是信仰妈祖。是啊，多先信仰妈祖。对福建那个，有关系的，谢谢哈，感谢啊。时间在仓促啦，我们多聊一下。谢教授啦，哦，感谢啦哈。那赵将军是要称呼在做啥？赵将军是要称呼是有做啥？拢称呼赵将军，称呼赵将军有啥物典故的啊？哈，典故，这个讲了人啦。这个满清接下台湾的时候，以台湾本来版图是这个满清来开归中国的版图，以前还没有。康熙帝所带台湾，以康熙迄阵满清的时候，是拢派叫一个什么名吼，拢派来遮，咧治安治安嘛，你当讲收的偌久，就等于换一批人。是啊。所以伊来的时阵，拢是男人来嘛。男人来，我们没有女人来。对。那么可能啊，也有一个，也未肯定的资料啦。但是可能当时来的时是男人嘛。真多拢是家土著结婚的。所以你甲看这2尊、这2尊啊。2尊。迄边拢是看土著较少像，这边就是看你看讲真这个郑成功来，真马勇差不多，所以可能安尼的迄个时阵，当时这2尊是在地这个天惠宫上大人安平的。修保护神嘛，安平的修护神啊，可能也有这个
用意，这个解释啊，有这个有这个给他们。哦，感谢啊！本来讲后世是啥物宫？天妃宫。天妃宫是第二妃啊？天妃的妃嘛，天后天妃。哦，对，本来妈祖是天妃嘛。啊，来，这个康熙22年来的时候才升级，他个尊称为天后。哦，对了，帮忙修台湾啊。这都比较，这么讲了，讲这个庙的特殊啦。感谢杜比啊！时间他来了。啊，感谢杜比，谢谢啊！哈，好，谢教授帮忙。感谢啊，先报财了哈。好，感谢。好。你来做我来讲。啊，我有炸掌，炸有这有灵诶，谢谢啊。我该处理了，我还去顺一抓咧，对，还去海参馆，还去延平街。海参馆我在延平古堡咧。海参馆就是当时所谓的兵马拢兵营就对。兵营。啊5个呢，5个馆呢。伊一下都分做5个馆。啊，剩几个馆？嘛是。迄啲啊，拢伫啊。哦，啊，海参馆讲出名。一间是兵营就对啦。是啊，啊，海参馆讲出名呢。啊，无太拢我们去找海参馆。海参馆都过去啊。海大镇。天兵派来拢住伫遐。好兵营。好。好，感谢啊，谢教授，好，谢谢。感谢主席，好，感谢主席。在写10分钟以内哈。这是目前台湾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城，请问它是何人所建？元宝生。杨刘铭传世台词，在南北各城市架设电报线，并扩及海峡对岸的湖州。是刘铭传世台词，修筑水路，完成台北到基隆段湖。在何人的规划经营下，台湾成为清末最进步的行省。刘铭传6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台湾最高的行政机关是台湾总督府。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总督府为了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引进西方的司法制度，设法院审查刑事和民事案件。刑事是管人类的行为，民事是管权利义务的关系。这样听清楚啊！18岁就用刑法来处罚，满20岁才用民法来处罚。第8题，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初期，于1907年至1911年间发生10多起具有民族革命性质的抗日事件，而且大多与宗教结社有关。其中较具规模的是苗栗事件和西安事件。现在我们把那个按写一次看几画？1、2、3、4、5、6、7、8、9、11画。要记得写完了要检查一下是11画啊。很多人老是改不了，一再犯错太不应该。要用11画来检查就不会忘记啊，不会弄错了啊。好了，来看第9题，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想建基隆港和高雄港。还是有人不听话，那有没有发现还是有人不听话？第10题，台湾民主国抗日期间负责领军镇守台南的将领是刘永福，念啊。第11题，自治时期农业生产力大增，使台湾成为日本蔗糖和稻米的工业地，这个陶字头。来看第12题，甲午战争进行下代，中日双方签订马关条约，都让台湾给日本，那个鱼就是给了。第13题，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高等教育最主要的设施是公学校。
站起来，站起来。那混啊，那环境这么慢呢？你应该打到不知道啊。太不应该了哈！你叫你是念个课文呢，这么不合作业啊？念个这个都是考前必考的开题呀，把它熟练一下。这是你作为一个好国民应该尽到的责任了。国民。新民国小、新民国小都是公学校变来的啦。是啊。第14题，台湾新知识分子所推动的社会运动，将自治、普选、参政权的民主政治基本观念有其于社会。背后自治、普选、参政权。第15，日本流行统治时期，台湾总督府建立军事公立教育制度，采取差别待遇、采取政策的原则。16，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建立军事公立教育制度，其主要目的是在贯彻殖民政策，实行台湾文化独立实行台湾民报展开各文化活动，致力于台湾提高台湾文化。日本南京政策主要是台湾男汉男女啊。最听啊，简单题要念来一句话连续的话，清朝在台湾最后开放哪些通商口岸？安平、淡水、打口、金沙、广西龙、金鸡龙、金沙安达。第2题，台湾开港通商后，因为台湾三岛国大量入口，扩大了台湾对外的贸易量。请问台湾三岛是指三项作物：茶、糖、樟脑。第2题中，3日本前防治科技总督在台湾积极展开哪些经济美国和建设工作？调查人口与土地，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完成多项交通建设。行政、立法、司法、军事、历史、日常人民各级都是在交易上采取哪2项原则？贯彻殖民政策，差别待遇、法律政策。好，要到的同学请回答。郑有义同学，请起立。你认为那个陈仪呀是行政长官公署啊，他被认为跟台湾总督有相似的权利是哪些？民事、跟立法、那头脑非常好，请坐下。好，那这个权力三岛系叫做政法军，政就是行政，法就立法跟司法，军就是军事。那这个宋朝有个包青天包公办案，他那么厉害，他把那个抛弃了那个贫贱的夫妻的那个，把那个以前老婆给抛弃了，另外娶那个王美的女儿，他就受了不满，结果被判处重婚罪。被判重婚罪，用狗头铡砸头了，砸颈部呢？请问包公怎么可以判他的罪，然后又把他用狗头铡砸脖子呢？因为包公拥有行政、立法、司法3种权利，行政、立法、司法。他如果被城里判了这个罪的话，那就不得了了。如果被台湾总督判了这个罪的话，就不得了了。那就会被什么？可能会被断送生命啊，断送。那个是要记过的要爱护生命哈，爱护生命一下。你准备好了没有啊？好了。现在叫到了孔先立同学起来回答。是的啊。日本有做哪些经济改革建设工作？调查什么跟什么呢？统一什么跟什么呢？做什么建设？主要那叫粮啊。调查跟教育土地统一，度量衡、度量交通建设。对啊。你要买供的。你要有偷看的哦。这两个都没看过，出买供。所以听了叫建设要讲什么基隆港、高雄港、基隆到高雄纵贯铁路，还有很多公路啊。这个都要算哦啊。有没有听到啊？赶快第3回有大好，来看着荧幕哦。
第一题领事馆嘛第二题呢，水建航生组成呢？沈葆桢。来，第三题，刘铭传制台的时候，线报线扩及到哪里？福州哦。来看第四题，复习一下好了啦。台湾最早的铁路是刘铭传建造的哦。台北到哪里？台北到基隆哈。那最早的铁路，说得好，说得好。还有最早的铁路，台北到基隆。最早的火车站呢？台北，对不对？第五题来，第五题啦，第五题不用再乱动啊！第五题，在什么人的规划经营下，台湾成为清末最进步的行省？刘铭传。来，第六题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台湾最高行政机关，台湾总督府哦，台湾料水哦。来，第七题，来移动第七题最佳秘书呢，小姐做得非常的好。第七题，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总督为了建立正常社会秩序，引进西方的什么制度？司法制度，设什么法院审查刑事民事案件？在这边同学要看的题目设法院，对不对？上课要专心啊。第八题来，第八题，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初期，在1907到1915年间发生10多起具有民族革命性质的抗日事件，大多跟宗教角色有关。比较有规模的是水苗栗事件，还有西来安事件。那个睡觉马上叫起来了。哎呦，女人的健康就是男人的幸福啊！来看一下第10题第9题，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曾整建那个叫基隆港、高雄港。第10题来，第10题，台湾民主国抗日期间负责领军镇守台南的将领是，他写刘永福来会移动第11题，日治时期农业生产力下降，让台湾成为日本什么的供应地？蔗糖跟稻米你有在注意看无？是讲拢闽南一带来的，妈祖电线工厂是这个人代关系对安平特别意义重大。咱台湾的艺术来讲，要从安平开始。台湾那个是安平开始。谢教授指导，谢教授编郑成功传奇性的一生，还有妈祖信仰与神迹这些好书。这本写本的这有一本礼仪，这是平安路这回我们办16岁嘛，办16岁成年礼，第一章是成年礼，成年礼，作为的证件，国家各60家去，太岁，过平安桥，这个家福赛新年，怎么礼仪怎么拜，做花杯，弄在这里，这是保障呢，这比较方便，这个礼仪最重要，这要传承。有人心来唔知安怎拜，这还有著名公孙书要拜的神书，基本拢这有讲大公那拜谢谢感谢。安尼延平郡王郑成功的神像里的，头前去。迄阵呢，安尼怎样？安有看过安尼有拜过来民俗。来。所以米酒郑成功请保护咱神明来说，土2尊去，土2尊去，老三嘛，咱甲我2尊来保，所以从迄尊看其他2尊。修路都无修像。就是安尼两新的妈祖是第尊。拢3尊都拢是两新妈祖。去请去迄阵，迄2尊到现在唔知去倒，唔知。当时大陆红卫兵作乱的时候，唔知请去倒嘅。所以唯一全国为世界分尊一家，用迄尊唯一的分尊就是离开了安平家。所以你们仔细的看。到各县市中有福山妈祖，所以咱家这3尊挺慈祥，看别位无相像，你可以甲瞧瞧看。
哦，感谢，这拢有印出来，印尼金的啦，印尼这安平心理啦，对啦，是啊。拢。啊，这大马有这文的呢，啊三马母的呢。无，拢应该妈祖是一尊尔，林木娘。哦，妈祖是一尊。啊，迄那讲要二马三马是有妈祖的行为，尊那讲伊。佛教讲人都有佛心嘛，所以这是本来三马，即卖变大马来。安尼哦，两尊听所以伫台湾人嗰种拢讲三马。哦，老伫台湾是三马哈，中是讲三马哈。啊，三马你讲啥啥？嘛是拢，这妈祖是林木娘。我讲林木娘。嘛是林木娘的。他无再讲话，黑面衫嘛。黑面和暗面是我搁解释一下。哦，是。因为神明升起来，是啊。原底是拢水红色。啊，是啊是啊。啊，这个黑是到了这天烟熏的啦。哦，就分了黑的。熏的啦。所以当时伊讲好了后。无，在前年前2、3、4年，未少嘛要来，有来遮讲，有来的哦，遮咱是欢迎啦，但是因袂输拢伤的行为啊，那什么，也要香，要红包，要什么，所以这边不欢迎。他来的时候，这边的面相显出来，伊也显出来，都是啥嘛。他黑面妈祖就是这样。哦，是啊，妈祖是这。这里较久嘛。啊，是，较久。黑面妈祖啊哈。三马。三马哈。啊，无来讲有名，无共款。无，拢嘛是讲林木娘。对，林木娘。对啦。不是三尊，就是有伊的行为，有伊的模范。他起来像妈祖。哦，像妈祖。有呢，他咧帮忙做阿妈。对哦，啊无伊在电视咧做黑面衫嘛，他名他无共人。无共迄个名嘛。共迄个名。哦，讲过也分文咧母诶。服务生咧讲话这是黑面衫嘛，但是加郑成功来帮忙郑成功咧做好郑成功咧。请三尊来。请三尊来的啦。三尊，因过来抽2尊证。哦，迄是去坐梅酒也请的。梅酒妈祖庙。嘿，梅酒的定点嘛。定点嘛哈。请三尊来。因为当时郑成功是一个王嘛。哦，是个。要甲请因唔敢撇嘛。所以我们请来。请来了后，台湾收复了后。台湾收复了。伊郑成功过身去，那边的人知影，都要来讨回啦。这有一个典故啦。要讨的时阵。咱内地的家人讲无，叫找着，较用盘杯解决嘛。有讲有些典故，讲盘100杯用盘来拨，要请。头一盘100杯去，这边个反晓讲，那么100杯就是大嘛，200就个拨。2码大100杯，伊拢请落来，剩3码，拨到99杯，第100杯去调去。中心园啊，天宾馆哦，咱庙中间迄个中心园嘛，迄个中心，较因遐看讲，你们这里有人遐虔诚，转到三嘛就是啊，是啊，因个加个三个装2尊啦，是，变是3尊妈祖。后来装的2尊是遮安平遮的人，台南市的人装的呢，这尊来换去，对。是啊，真来补啦。这个变用迄阵三嘛，先先到大嘛。是啊。甲2尊2嘛3嘛。就是安尼啦。哟敢是安尼较清楚啦。所以这里那讲，咱台湾拢是闽南来的，祖先台体是拢讲是讲300年前，就是这个。郑成功1661年来啊，拢是讲迄个时阵来，所以300几年前，妈祖假是有经就是郑成功请来，
但其他也请来讲合作护军嘛，保护军队，其他遐有呢先做请来是地船或者船阿嘛，再分布到各地方。有大哥，这发展个对大家是。咱多数做先拢是信仰马祖。是啊，多先信仰马祖，对福建那个有关的，谢谢哈，感谢啊。时间在仓促啦，我多聊一下。谢教授啦，哦，感谢啦哈。你赵将军是要称呼做啥？赵将军是要称呼是有做啥？拢称呼赵将军。称呼赵将军有啥物典故的啊？哈。典故。感谢。这个讲了人啦。哦。这个满清接下台湾的时候，以台湾本来版图是这个满清来开归中国的版图，以前还没有。康熙帝所在台湾。以康熙那个满清的时候，是拢派叫一个什么营拢派来遮，咧住啊平安嘛。你当讲修的偌久。就等于换一批人。是啊。所以伊来的时拢是男人来嘛。男人来。没有女人来。对。那么可能啊，也有一个，伊也未肯定的资料啦。是啊。但是可能当时来的时是男人嘛。是啊。真多拢是遮土著。结婚的，是啊，所以你甲看这三尊、这两尊啊，两尊，迄边拢是看土著较相像这边就是看你看讲跟这个郑成功来，跟马勇差不多，所以可能安尼的迄个时阵，当时这两尊是。在这个天惠宫上大人岸边的守护神啦。岸边的守护神可能也有这个用意，这个解释啊，有这个有这个结合的。感谢。本来讲后世是什么宫？天惠宫。天惠宫是第二惠啊？天惠的惠嘛。天河天辉。对，本来他做的叫天辉嘛。这个黄熙22年来的时候才升级，他来尊称为天河。对了，帮忙修台湾啊。这都比较，这么讲就讲这个庙的特殊。感谢朱比啊。时间还来了。感谢朱比，谢谢啊，好，谢教授帮忙。感谢啊，先报台了哈。好，感谢。好。我有炸档炸这摇铃的，谢谢啊。我该处理了，我还要去巡一抓呢，对吧？还去海参馆，还去延平街。海参馆我就是延平古堡的。海参馆就是当时所谓的兵马拢兵营就对了。兵营。无诶呢，5个馆呢。伊这遐都分做5个馆。剩几个馆？嘛是。迄地啊，拢地啊。海参馆讲出名。一间是兵营就对了。是啊，海参馆讲出名呢。无太拢我们去找海参馆。海参馆都过去啊。海大镇。天兵派来拢住伫遐。兵营。好。好，感谢啊，谢教授啊，好，谢谢。感谢主席。好，感谢主席。都没有人举手。奇怪，为什么不把课本拿出来上课呢？把课本拿出来上课，这样比较对得起国家了哈。来看一下，要不要哈？那我们有这个讲义就要好好的看不要让书的话就不好好念书来，赶快起来念书了第6页第4大项功能那功能的选取的功能来念
看第6点选举的功能，选出公职人员影响政府的政策，展现责任、政治合法转移政权。来，第一次和平，政党轮替嘛，和平转移政权。是哪一年？写民国89年，公元2000年，第一次政党轮替嘛，因为国民党变成在野党了民进党执政了。民国89年，陈水扁、李秀莲当总统、副总统了那来看第7个，这市场的功能促进商品的交易，还有聚集人群，来提高个货币的功能。赶快做考卷，做完了要对答案了。赶快做考卷啊！建设大酒店。赶快做。不要吵，不要吵！你的所作所为都有人在看呢。我们同学赶快写那个时间怕不够用，所以要动作快一点。我们那月考15、16单元还有7之1。重点就是这些把它好好的熟练一下。对，15、16单元，我们有空再增加一下7之1啊。第2题按摩。好，再找。赶快做好卷啊！赶快做。不要吵，不要吵！你的所作所为都有人在看呢。我们同学赶快写那个时间怕不够用，所以要动作快一点。我们那月考15、16单元还有7之1。重点就是这些把它好好的熟练一下。对，15、16单元，我们有空再增加一下7之1啊。第2题按摩。好，再找。好，来看着荧幕第1题领事馆第2题呢，水电航生组成陈宝珍。来，第3题，刘铭传制裁的时候，线报线扣集到哪里？福州来看第4题，复习一下好了啦。台湾最早的铁路是刘铭传建造的台北到哪里？台北到基隆那最早的铁路说得好，说得好。还有最早的铁路台北到基隆，最早的火车站呢？台北，对不对？第5题，来第5题不用再乱动第5题，在什么人规划经营下，台湾成为清末最进步的行省？刘铭传。来第6题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台湾最高行政机关，台湾总督府台湾料水来第7题，来移动第7题最佳秘书呢，小姐做得非常的好。第7题，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总督为了建立正常社会秩序，引进西方的什么制度？司法制度。
是有什么合约审查刑事民事案件？在这边同学要看的荧幕哦。是法院对不对？上课要专心啊！第8题来。第8题，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初期，在1907到1915年间发生10多起具有民族革命性质的抗日事件，大多跟宗教角色有关。比较有规模的是选苗栗事件，还有西来安事件。那个是叫把它叫起来了。哎呦，女人的健康就是男人的幸福啊！来看一下第10题啊。第9题，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曾整建那个叫基隆港、高雄港。第10题来，第10题，台湾民主国抗日期间，负责领军镇守台南的教练是，他写刘永福哦，他来过移动哦。第11题，日治时期农业生产力下降，让台湾成为日本什么的供应地？蔗糖跟稻米哦。你有在注意看无？也是目前台湾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城，请问它是何人所建？元宝生。杨刘铭传世台词，在南北各城市下各电报线，越过及海峡对岸的湖州，是刘铭传世台词，修筑铁路，完成台北到基隆段湖。在何人的规划经营下，台湾成为清末最进步的行省。刘铭传6，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台湾最高的行政机关是台湾总督府。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总督府为了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引进西方的司法制度，设法院审查刑事和民事案件。刑事是管人类的行为，民事是管权利义务的关系。这样听清楚啊！18岁就用刑法来处罚，满20岁才用民法来处罚。第8题，日本殖民统治台湾初期，于1907年至1915年间发生10多起具有民族革命性质的抗日事件，而且大多与宗教角色有关。其中较具规模的是苗栗事件和西来安事件。现在我们把那个安写一次看几画？1、2、3、4、5、6、7、8、9、11画。要记得写完了要检查一下是11画啊。很多人老是改不了，一再犯错才不应该。要用11画来检查就不会忘记不会弄错了好了，来看第9题，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整建基隆港和高雄港。还是有人不听话，有没有发现还是有人不听话？第10题，台湾民主国抗日期间，负责领军镇守台南的将领是刘永福，念啊。第11题，日治时期农业生产力大增，使台湾成为日本蔗糖和稻米的工业地，这个草字头。来看第12题，要战争进行下在中日双方签订马关条约，都让台澎给日本，那个鱼就是给了。第3题，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高等教育最主要的设施是长工学校。是。站起来，站起来。那混啊，那环境这么慢啊。太不应该了啊！你叫你是念个课文这么不合作业啊？念个这个都是考前必考的开题呀，然后熟练一下。这是你作为一个好国民应该尽到的责任嘛。对，是国民。
新营国小、新民国小都是公学校变来的啦。是啊。第14题，台湾新知识分子所推动的社会运动，将自治、普选、参政权的民主政治基本观念有其于社会。背后自治、普选、参政权。15，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总督建立军事公立教育制度，采取差别待遇、采取政策的原则。16，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建立军事公立教育制度，其主要目的是在贯彻殖民政策时期台湾文化协会时期台湾民报展开的文化活动，致力于台湾提高台湾文化。日本南京政策主要是这样。好，来看南洋。注意听哦，简答题要念来一句话连续之后，清朝在台湾最后开放哪些通商口岸？安平、淡水、南口、新高雄、基隆、新基隆、西藏、安达。第2题，台湾开港通商后，因为台湾三岛国大量日本压迫让了台湾对外的贸易量。请问台湾三岛是指3项作物：茶、糖、樟脑。第2题中，展现了日本全毛是收集总部在台湾积极展开哪些经济改革和建设工作？调查人口与土地，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完成多项交通建设。行政、立法、司法、军事，对所有日常人民各级政府在他的教育上采取哪2项原则？贯彻殖民政策，差别待遇、华语政策。好，要到的同学请回答。郑有义同学，请起立。你认为那个陈礼呀是行政长官公署啊，他被认为跟台湾总督有相似的权利是哪些？行政、立法、那头脑非常好，请坐下。好，那这个权力参考系叫做政法军，政就是行政，法就立法跟司法，军就是军事。那这个宋朝有个包青天包公办案，他那么厉害，他把那个抛弃了那个贫贱的夫妻的那个，把那个以前老婆给抛弃了，另外娶那个王女的女儿，他就受了贿买，结果被判处重婚罪。被判重婚罪，用狗头铡砸头了，砸颈部呢？请问包公怎么可以判他的罪，然后又把他用狗头铡砸脖子呢？因为包公拥有行政、立法、司法3种权利，行政、立法、司法。他如果被城里判了这个罪的话，那就不得了了。如果被台湾总督判了这个罪的话，就不得了了。那就会被什么？可能会被断送生命啊，断送。那个是要记过的要爱护生命哈，爱护生命一下。你准备好了没有啊？好了。现在叫到了孔先立同学起来回答。是的啊。日本有做哪些经济改革建设工作？调查什么跟什么呢？统一什么跟什么呢？建设。那就粮啊。调查人口与土地统一，度量，对啊。你要有偷看的哦。我都两过，注意听啊！叫建设要讲什么基隆港、高雄港、基隆到高雄纵贯铁路，还有很多公路啊。这个都要算哦啊。有没有听到啊？好了，第3位有大是讲拢闽南一带来的，妈做保护妈做电线工出来。这个人代关系对安平特别意义重大。咱台湾的历史来讲，要从安平开始。台湾的历史对安平开始。对教授的指导方向，对教授编郑成功传奇性的一生。
还有妈祖信仰与神迹这些好书，啊，这本写本的哈，还有一本礼仪，这是平安路上。这回我们办16岁嘛，办16岁成年礼，第一张是成年礼，成年礼，作为的证件，国家各60家去，太岁名，过平安桥，过平安桥，这个。家福赛新年，怎么礼仪怎么拜，怎么挂杯，弄在这里。这是保障呢。这较方便。这个礼仪较重要。这要传承。有人亲来唔知安怎拜。安那嘿。这还有著名公神书啦。要拜的神书。基本拢。这有讲大公那拜哈。谢谢感谢。安尼延平郡王郑成功的神像里的，是好像是。迄阵呢，安尼怎样？安有看过啊？安尼有拜过啊？来美术。来。所以美酒郑成功请保护咱神明来说，拖2尊去。过来拖2尊。拖2尊去，老三嘛，咱甲我2尊来保。所以中迄尊含其他2尊。手路都无相像。就是安尼吼。两新的妈祖是第一尊。拢3尊都2尊。两新妈祖。去请去迄阵，迄2尊啦。到现在唔知去做，唔知。当时大陆红卫兵作乱的时候，唔知请去做嘢。所以唯一全国为世界本尊一家。用迄尊啦。唯一的本尊就是离开了安平家。所以你们仔细嚟看。到处各县市中有佛山妈祖，所以咱家这3尊挺慈祥，含包的无相像，你可以甲瞧看。感谢，这拢有印出来，印尼金的啦，印尼这安平行李啦，这个。是啊。拢。这大马有这文的呢，三马不文呢。无，拢应该妈祖是一尊尔，你木娘。妈祖是一尊。迄。那讲要2马3马有妈祖的行为，那讲伊佛教讲人都有佛心嘛，所以这是本来3马，即摆变大马来。安尼哦，两尊请所以留伫台湾，人各种拢讲3马。留伫台湾是3马哈，中迄种3马哈。3马要讲啥啥？嘛是拢，这妈祖是林木娘。讲林木娘。嘛是林木娘诶。无再讲话，黑面3马。黑面和暗面是我搁解释一下。是啊。因为神明升起来，原底是拢水红色。是啊。这个乌是做了这天烟熏的啦。这分了乌的。熏的啦。所以当时伊讲好了后，唔得前年前2、3、4年，未少妈要来，有来遮讲，有来着哦。遮咱是欢迎啦，但是因袂输拢伤的行为啊，那什么要红包要什么，所以这边不欢迎。他来的时候，这边的面相显出来，伊也显出来，做着3马，他黑面妈祖就是这些嘛。是啊，妈祖里边。这里较久嘛。是较久。黑面妈祖啊哈。3马。3马哈。无再讲有名，无共款。拢嘛是讲林木娘。林木娘。不是3尊，就是有伊的行为，有伊的模范，他起来像妈祖。像妈祖。有呢，他咧帮忙做妈妈。无伊在电视咧做黑面3马，他名他无共人。无共迄个名嘛。共迄个名。讲过也分文咧母的。鲁新咧讲话这是黑面3马，但是加郑成功来。帮忙郑成功诶，保护郑成功诶，请3尊来，请3尊来的啦。3尊，因过来拖2尊证。迄是去坐美酒也请诶。米酒妈祖庙。米酒的定点嘛。定点嘛请3尊来，
因为当时郑成功是一个王嘛，啊，要来请因唔敢撇嘛，所以我们请来，请来了后，台湾收复了后，台湾收复了，伊郑成功过身去，那边的人知影，都要来讨回啦。啊，这有一个典故啦，啊，要讨的时阵，咱时内底就家人讲无。啊，叫找着，他用盘杯解决嘛。有讲有一典故，讲盘100杯用盘来拨，啊，要请。啊，头一盘100杯去，这边个玩笑讲，那么100杯就是大嘛，200就个拨。啊，2嘛大100杯，伊拢请落，啊，剩3嘛，拨到99杯，第100杯去调去。中心园啊，天喺宾馆哦，我咱庙中间迄个中心园嘛，迄个中心，他因遐看讲啊，你们这里有人遐虔诚，啊，转到3嘛就是啊，啊，因家个加个3个装2尊啦，变是3尊妈祖，伊后来装的2尊是遮安平遮的人，台南市的人装的呢，这尊来换去，对。是啊，真来报啦。啊，这个变用迄阵3嘛，先先做大嘛。是啊。啊，个2尊嘛3嘛。就是安尼啦，哟感谢安尼较清楚啦。所以这里那讲，咱台湾拢是闽南来的，祖先啊，台体是拢讲是讲300年前，就是这个。郑成功1661年来啊，拢是讲迄个时阵来，所以300几年前。啊，妈祖啊，假是有真就是郑成功请来，但其他也请来讲叫做护军嘛，保护军队。啊，其他遐有那先做请来是地准或者准阿妈，啊，再分布到个地方。有大哥，这发展到对大家是。啊，咱多数先拢是信仰妈祖。是啊，多先信仰妈祖。对福建那个，有关的，谢谢哈，感谢啊。时间在仓促啦，我多聊一下。谢教授啦，感谢啦哈。你赵将军是要称号做啥？赵将军是要称号是做啥？拢称呼赵将军，称呼赵将军有啥物典故的啊？典故，这个讲了人啦。这个满清接下台湾的时候，以台湾本来版图是这个满清来开归中国的版图，以前还没有。康熙帝所在台湾。伊康熙迄阵满清的时候，是拢派教一个。什么名拢派来遮，咧住啊治安嘛，你当讲收的偌久，就等于换一批人。是啊。啊，所以伊来的时拢是南人来嘛，南人来，没有女人来。对。那么可能啊，也有一个，伊也未肯定的资料啦。但是可能当时来的时。是男人嘛，真多拢是遮土著结婚的，所以你甲看这2尊啊，迄边拢是看土著较少像，这边就是看你看讲真这个郑成功来，真马勇差不多，所以可能安尼的迄个时阵，当时这2尊是在这个天惠宫上大人安平的守保护神啦。安平的守护神啊。可能也有这个用意，这个解释啊，有这个。有这个结合的。感谢。本来讲后世是啥物宫？天惠宫。天惠宫是第二惠啊？天惠的惠嘛，天和天惠。对，本来妈祖叫天惠嘛。后来这个康熙82年来的时候才
经济，他个尊称为天后。哦，对了，帮忙修台湾啊，这都比较，这么讲就讲这个庙的特殊啦。感谢朱比啊，时间他来了啊，感谢朱比，谢谢哦哈，好，谢教授帮忙，感谢啊，先报台啦哈。好，感谢。好。你来做那个。啊，我有炸掌，炸这摇铃的，谢谢啊。我该处理了，我还去顺一抓嘞，对，还去海参馆，还去延平街。海参馆我在延平古堡嘞。海参馆就是当时，好，所谓的兵马拢兵营就对了。兵营。啊，五个呢，5个馆呢。啊，伊伫遐就分做5个馆。啊，剩几个馆？嘛是。啊，个5个馆啊，拢伫啊。哦，啊，海参馆讲出名。嘿，间是兵营就对了。是啊，啊，海参馆讲出名呢。嘿，啊，无太拢我们去找海参馆。海参馆都过去啊。海大镇，天边派来咧，拢住伫遐。好兵营。嘿，好。好，感谢啊，谢教授，好，谢谢。感谢主席，好，感谢主席。是讲，拢闽南一带来的。哦。啊，妈做。妈祖电线工出来，这个人代关系比安平特别意义重大。咱台湾的历史来讲，要从安平开始。有，台湾那个属安平开始。谢教授的指导，谢教授编郑成功传奇性的一生，还有妈祖信仰与神迹这些好书。这本写本的哈。还有一本礼仪，这是平安路这回。我们办16岁嘛，办16岁成年礼，第一张是成年礼，成年礼，作为的证件，国家各60家去，太岁，过平安桥，这个家福赛新年，什么礼仪怎么拜，做花杯，弄在这里，这保障呢，这较方便，这个礼仪较重要。这要传承。有年轻来唔知安那拜，安那嘿。这还有著名公神书啦，要拜的神书。基本拢。这有讲大公那拜哈。谢谢感谢。安尼延平郡王郑成功的神像里的。伫头前去。还真呢。安尼怎样？安有看过啊？安尼有拜过啊？来面受。来。所以米酒郑成功请保护咱先民来说，来拖2尊去。过来拖2尊。拖2尊去，老三嘛，咱甲我2尊来播，所以从迄尊看其他2尊手路都无相像。就是安尼吼。拢新的妈祖是第尊？拢3尊拢新妈祖。去请去迄2尊啦，到现在唔知去做，唔知。当时大陆红卫兵作乱的时候，唔知请去做嘢，所以唯一全国为世界分尊一家，用迄尊啊。唯一的分尊就是在咱们安平家，所以你们仔细嚟看，到处到各县市都有合干妈祖，所以咱家这3尊挺慈祥。看八位无相像，您可以甲瞧看。感谢，这拢有印出来，印尼金的啦，印尼这安平行李啦，这个是啊。拢有。这大马有这文的呢，三马不文呢。无，拢应该妈祖是一尊娘，林木娘。妈祖是一尊娘。迄那讲要二马三马是有妈祖的行为，那讲伊佛教讲人都有佛心嘛，所以这是本来三马，即卖变大马来。安尼哦，两尊请所以离台湾人各种拢讲三马。来台湾是三马哈，中迄种三马哈。三马要讲啥啥？嘛是拢。这妈祖是林木娘，讲林木娘，嘛是林木娘的。无再讲话，乌面衫啊。乌面和暗面是我搁解释一下。是啊。因为神明升起来，原底是拢水红色。是啊。这个乌是做了这天元熏的啦。就分了乌的。熏的啦。所以当时伊。讲好了后，
无，毋过前年前2-3-4年，未收嘛要来，有来遮讲，有来着啊，遮咱是欢迎啦，但是因袂输拢伤的行为啊，那啥物，也要香，要红包要啥物，所以这边不欢迎。他来的时候，这边的面相显出来，伊遐显出来，都是啥嘛？较乌云妈祖就是这些嘛。哦，是啊，妈祖是说。这里较久嘛。是，较久。后面妈祖啦哈。啥嘛？啥嘛哈？无来讲有名，无共款。无，拢嘛是讲林木娘。林木娘，对啦。毋是三尊，就是有伊的行为，有伊的模范，他起来成妈祖。成妈祖。有呢，他咧帮忙大嘛。对哦。无你在电视咧做乌面衫嘛，太名太无共人。嘛讲迄个名嘛。讲迄个名。讲过也分文咧舞诶。鲁新咧讲或者是乌面衫嘛，是加郑成功来。帮忙郑成功咧，做好郑成功咧，请三尊来，请三尊来对啦。三尊，因过来讨2尊证。迄是去坐梅州遐请的。梅州妈祖庙。梅州的定点嘛。定点嘛请三尊来。因为当时郑成功是一个王嘛，是个。要来请因唔敢撇嘛，所以我们请来，请来了后，台湾收复了后，台湾收复了。郑成功过身时，那边的人知影，都要来讨饭这有个典故啦。要讨的时阵，咱内地就些人讲无，叫找着，他用盘杯解决嘛。有讲有些典故，讲盘100杯用盘来拨，要请。头一盘100杯去，这边个反晓讲，那么100杯就是大嘛。200就个拨，2码大100杯，伊拢请落，剩3码，无甲99杯，第100杯去调去，中心园啊。天宾馆哦。咱庙中间迄个中心园嘛。迄个中心。较因遐看讲，你们这里有人遐虔诚，就按留3码尔。是啊。因甲个加个3个装2尊啦。是。变是3尊妈祖。后来装的2尊是遮安平遮的人，台南市的人装的呢。这尊来换起来。对。是啊，装来补啦。这个变用迄尊3码先起做大嘛。是啊。甲2尊2码3码。就是安尼啦。感谢安尼较清楚啦。所以这里那讲，咱台湾拢是。闽南来的祖先，大体是拢讲是讲300年前，就是这个郑成功1661年来啊，拢是讲迄个时阵来，这300几年前，妈祖假是有经不是郑成功请来，但其他也请来讲好做护军嘛，保护军队，其他遐有那先做请来啊。是准或者准阿妈，再分布到各地方。有大哥，这发展到对大家去。咱多数的祖先拢是信仰妈祖。是啊，多先信仰妈祖。对福建那个，有关的，谢谢哈，感谢啊。时间在长处啦，我多聊一下。谢教授啦，感谢啊。你赵将军是要请我做上？这将军，赵将军是要请我是有这上，拢请我赵将军，请我赵将军有啥物典故的哈？典故，这个讲了人啦。这个满清接下台湾的时候，以台湾本来版图是这个满清来开归中国的版图，以前还没有。康熙帝所带来的。伊康熙迄阵满清的时候，是拢派叫一个什么营拢派来遮，咧住啊治安嘛。你当讲修的偌久，
就等于换一批人。是啊是啊。啊，所以伊来的时阵，拢是男人来嘛。男人来。我们没有女人来。对对对。那么可能啊，也有一个，伊也未肯定的资料啦。啊是啊。但是可能当时来的时阵是男人嘛。是啊。啊，真多拢是遮土著结婚的。是啊。啊，所以你甲看这三尊、这两尊啊。啊，两尊。迄边拢吼是看土著较少像。啊，这边就是看你看讲真这个郑成功来。啊，是是。哦，兵马俑差不多。哦。所以可能也安尼的。迄个时阵，当时这两尊是在伫这个天惠宫上台人安平的守保护神啦。安平的守护神啊。哦。啊，可能也有这个用意，这个解释啊，有这个。有这个结合的。哦，感谢。啊，本来讲后世是啥物宫？天惠宫。天惠宫是第二惠啊。天惠的惠嘛。天河天辉哦，对对对，本来他做的天辉嘛，来这种光熙22年来的时候才升级，他个尊称为天河。哦，对了，帮忙修台湾啊，这都比较，这么讲了，讲这个庙的特殊。感谢杜比啊，时间还来了啊，感谢杜比，谢谢啊，好，谢谢教授帮忙，感谢啊，先报财了啊，好，感谢，好。啊，我有炸掌炸这摇铃诶，谢谢啊。我该处理了，我还搁去顺一抓咧，对啊，还去海山馆，还去延平街。海山馆我就是延平古堡咧。海山馆就是当时所谓的兵马拢兵营就对了。兵营。啊，五个呢，五个馆呢。啊，伊一下就分做五个馆。啊，剩几个馆？嘛是。那个我地啊，拢地啊。哦，啊，海山馆讲出名。系一间是兵营就对了。是啊，啊，海山馆讲出名呢。嘿。啊，无太拢我们去找海山馆。海山馆就过去啊。海大镇，天兵派来咧，拢住伫遐。好兵营。嘿。好。好，感谢啊，谢教授啊，好，谢谢。感谢主持。好，感谢主持。赶快做考卷，做完了要对答案啦。安静了，赶快做。